聂小倩，你休想挑拨离间。挑拨离间？聂小倩才不会那么自不量力呢。主人法力深厚，谁能谁不能，都难逃主人的法眼。小倩虽然身为狐族后人，也曾经与主人为敌，一心只想着报仇。但是经历了种种之后，小倩已非昨日的小倩。主人明鉴，自然允许我悔过自新了。黑风寨发展迅猛，势力强大，多亏了我们主人不计前嫌，海纳百川，所以呢，才能够使得人尽其用，物尽其责。今日主人对小倩予以大任，就是主人慧眼识人最好的证明。小倩说得对，师傅的胸襟，你岂能领悟呢？不过话又说回来，主人能对我委以重任，就证明我有主人认可的能力。不像你老人家，在黑风寨待了这么久，还是一成不变，懒于思考。你也不自己想想，以黑风寨现在的实力和地位，像你这样没有谋略、没有筹码的蠢材，主人怎么可能重用你呢？聂小倩，你别在这儿花言巧语，有本事我们战场上见。匹夫之勇难成大事。舒姥姥，小倩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准备，没有时间陪你老人家胡闹了。你好了，舒姥姥，师傅自有定论，你只要服从就是，不要节外生枝。好，你们给我等着。好了，你们各自回去准备自己的事吧。是。是。聂小倩，时间紧迫，机会稍纵即逝，你赶快想一个战略，不要耽误了。主人，请放心，小倩明白。1、2、注意！大战在即，少主还是少饮酒为妙。姥姥，你有话不妨直说，拐弯抹角不是你的风格。我是有些话不吐不快呀，那我就直说了吧。我怎么觉得聂小倩来到黑风寨，就是心怀不轨呢？你想想，主人灭了狐族一脉，又杀了他的母亲，他怎么可能安心替主人做事呢？我看，他就是为了报仇而来。少主，你觉得呢？你可不要为了儿女情长蒙蔽了心智，坏了主人的大事。姥姥，你的身边不是也有个聂小环吗？你有时间来担心我，倒不如担心担心自己呢。她们两姐妹先后来到黑风寨，而且非要留在黑风寨，她们居心叵测，有谁会不知呢？少主也觉得她们姐妹二人有二心。她们两姐妹在黑风寨势单力薄，本少主就不相信，凭聂小倩一个人能有什么作为？想必师傅对她委以重任，只是想借刀杀人，来个一石二鸟之计。少主，你能不能把话说得再详细一些？姥姥，陶静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，你还是回去慢慢悟吧。之所以今天跟你讲这么多，是觉得你一片忠心。主人要比你我两人睿智得多，你就安心听命，别杞人忧天了。
宁公子，哎，书呆子，你来啦？听说你还要进京赶考？何时动身？彩晨大哥是来和各位辞行的，打算今天就走。哎，人家问你了吗？真是多嘴。哎，燕大哥，聂前辈，好久不见啊！小兔子，气色不错，心情很好。聂前辈说笑了。哎，人家是兔子精嘛，阴谋得逞，心想事成，气色能不好吗？师傅，我看这回是你多嘴了。哦，宁公子、月容姑娘，既然这次过来了，那就多待几天吧。多谢道长好意，我已经决定进京备考，特地来此地向各位道别的。哦，还有，不知道长对我们宁家族谱是否参透了其中的玄机呢？哎呀，一提这个我就生气。哎，书呆子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们那个家族族谱好好写不行吗？非得写得像什么蝌蚪文似的，害得大木头他呀看了半天也看不明白。你看，把他都给累坏了。这是真的，我可以证明，他绝对一句假话也没说。你看他成天端着，显得自己一肚子学问，怎么样？关键时刻不行了啊！哎呀，他不认识，一点进展都没有嘛。师傅，也没那么严重。其实大木头呢也看懂了一些，只是穿不起来罢了嘛。总比你强吧？你拿着族谱看了半天，一个字都不认识。哼，我本来以为会有结果的，看来，宁公子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我已经尽力了。道长别这么说，既然这族谱当中蕴含玄机，又怎么可能轻而易举地把它参透？可能是我太心急了。彩晨大哥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该赶路了。哦，那在下告辞了。哎，慢着！我在想啊，我们大家都看过这个族谱，可是有一个人他没有看过，赤眉道长没看过。不如我们去找赤眉道长看一看，让他研究一下好吗？拉倒吧，他不行，那老顽固，成天就知道打坐，他哪懂这个呀？你杀了他，他也认不出来。哎呀，让他看一下，又不会少2两肉。走吧。那走吧。走。师兄，老顽固，道长，道长，晚生打扰了，望道长能为晚生解惑。何事？宁氏族谱，不知道长能否为晚生详解？道长，这族谱关系到人界安危，希望你费心了。师兄，最近惹来烦恼纷争的轩辕神剑的下落，很有可能就隐身在这族谱里面。师兄，你就给看看吧。聂小倩刚刚把宁家的家传玉牌盗走了，唉，若是给妖界接度先登的话，那人界就要陷入被动了。贫道早就说过，我道家讲究无为而治，顺法自然，无意插手魔界的纷争。你看，我来的时候我就说过，他一定不会帮我们。师傅，道长，我们并不是让你插入3界纷争，只是让你给我们指点迷津，剩下的我们自己解决就好了。到底行不行啊？师兄，修道之人除了修炼自身，还应该维护3界的清净，淡化私欲。如今眼见3界即将大乱，生灵必将涂炭，死伤无数，这些都是私欲所为。再不阻止，恐有伤3界秩序，颠倒乾坤。师兄，你愿意看到那样的世界吗？是啊，黑白颠倒，善恶失衡，待这个私欲世界形成之后，想要改变它将非常困难。道长，你想想看，那些弱小善良的生命，难道你就不想做点什么吗？趁我们还有能力的时候，我只是想尽量多做一些。把族谱拿来，我看看。这好像是宁氏先祖的部落图腾。图腾？哎，牛鼻子，
图腾是什么东西？这个就相当于一个家族的标志。师弟，你说聂小倩夺走的玉牌的图文与此相同？没错。这就蹊跷了。不好了，师傅，小四儿兄弟遭人毒手了。他在哪里？回师叔，刚才关外有人敲门，师弟们出去一看，才知道小四儿中毒了。快走！小四儿，小四儿，你这是怎么了啊？少爷，小的听说少爷近日要进京赶考，我就想去月容雅居找你，没想到在路上被妖怪抓住了。他们逼问我轩辕神剑的下落，小四儿我说不知道。那些妖怪很生气，就威胁小的，让小的救生不得，救死不能。最后还喂小四吃了几颗珠子。他们还说，哎呀，他们说什么？你快说呀！快说！他们还说，3个时辰没有解药，小四就会中毒身亡了。小四儿，道长，你快救救小四儿吧！好，让我来。看这条血丝，肯定是中了剧毒。如果这个毒医到了心脏的话，那就没办法医了。一般的心法和草药根本治不了。看来我是无能为力了。这不死定了吗？这如今之计，要靠我师兄的玄心正气，才能把那毒给逼出来。那快点吧！来，走。你先去找血魔，我一会儿就到啊。好。慢点，进来吧。来。小倩，陶金哥，别急，再等等。还要等到什么时候？你相信我，到了合适的时间，我会发令进宫的。哎呦，前辈啊，多谢上次出手相助，救了我们家小倩一命啊，大恩大德，没齿不忘啊！哎呀，客气，还没齿不忘。我这个人呐，就喜欢救人，我看谁可怜我就救谁。哎呀，看见你们家那小狐狸蒙冤受屈啊，我心里挺难受。是啊，这孩子从小就被他娘当成掌上明珠，从来没受过这么大的打击。先是亲娘死在了眼前，后来又被那个……若不是受到这么沉重的打击，他怎么可能会在3级大会上替黑风老妖说话呀？哎，再这么下去，也不知道小倩会变成什么样子。哎，蔡晨大哥，舅舅是因为不知情，所以才会责怪于你。你可千万不要把所有责任都揽到自己头上啊！话虽如此，小倩变成如今这个样子，与我脱不了干系。怎么会变成这样的？刚刚离开狐狸洞，和舅舅一别没多久，小倩就和我从情侣翻脸变成了仇人。我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。蔡晨大哥，事已至此，你再伤心难过也无济于事。眼下我们最要紧的事情就是想办法救救小四儿。等他复原以后，我们和他一起高高兴兴上京城备考，其他的你就别再想了。
小三儿怎么样？小四儿没事了，小四儿没事了。师兄，师兄，你怎么了？啊，哎，小四儿没事了。少爷，我没事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！道长，我师兄伤了元气，得休息一段时间。哎，多谢道长。此中有毒，快闭气！师兄，我们走。快走！快点！看那儿，穿山甲，时间到了，进攻！是。师傅，没事吧，师傅？师傅，师傅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师叔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大家听着，林先生，你带逸轩还有20名弟子到那边去。好，前辈啊，你和雨生带20名弟子守第2关。好，好，放心吧，他们想进来，除非先把我们爷俩打死。哎，万万不可，多争取时间，让我师兄恢复元气，能守的一时就守一时。大家上！走，快！师兄，你现在这么虚弱，我给你输入真气吧。好吧。聂小倩，果然是在替黑风卖命，竟然带人来攻打玄真观。难道你忘了谁是你的救命恩人？你忘了谁是杀你娘的凶手？你给我听着，但凡你还有一点血性，但凡你还承认自己是聂家的后代，马上给我从玄真观滚出去，否则我给你一刀两断！好，倘若你还执迷不悟，从今天起，我就没你这个外甥女儿！实话告诉你们，我下到郭小色身上的毒，在玄真观里蔓延，你们大家都已经中了剧毒，识相的就放下武器。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了。我等前来的目的只是拿下玄真观。闲杂人等，赶紧滚开这里！我就替你娘好好教你如何做人。做人，你如何对得起你娘的在天之灵？小倩，鼠妖老怪，小色狐狸，冤家路窄呀！今天我非得杀了你们不可！臭老头，还啰嗦什么呢？快放马过来呀！师兄，燕赤霞，咱们又见面了。我不想见到你，看剑吧。你急什么？等我把话说完再打也不迟啊！我不想听你的谣言。看在我们相识一场，本少主给你一个机会，只要你们玄真观乖乖归顺黑风寨，本少主就饶你们一命。道不同，不相为谋，你找死！
少主，来吧。姥姥，一鼓作气，把他们拿下。好。怎么了？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！聂小倩，姥姥，这些玄真怪圣物如果摧毁了，就没有攻打的价值了。道长，这里暂时安全，不会有人追来打扰。道长，你先在这休息一下，小倩现在去帮你运功疗伤。不必。聂小倩，贫道一直以为你是个有良知、一心向善的妖狐，所以贫道几次三番出手相救于你，没想到你却恩将仇报，竟然利用小四儿做诱饵，致使其身中剧毒，逼迫贫道发功为小四儿逼毒。为了救小四儿，贫道元气大伤，你却趁此机会偷袭玄真观。这回你阴谋得逞了吧？这回你称心如意了吧？事已至此，你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，何必在此假惺惺的干什么？哼！小倩手段有欠光明磊落，确实是胜之不武。哼！可你的伤势很严重，不能再拖延了。小倩曾经受到道长2次的救命之恩，如此大恩大德，小倩没齿难忘，又怎会像那无情无义之人伤害道长呢？我曾经是一只快乐的小狐狸，跟着我娘还有我的族人顺天而活。有缘得到燕赤霞道长引渡，之后修炼成人，还遇到了我的真爱。这一切的一切，小倩永生不会忘记，也不愿意忘记。可是为什么上天在厚爱小倩的同时，却在关键时刻翻脸？还没容小倩得到快乐，就陷我于万劫不复的仇恨之中。我娘、我的族人、我的朋友、我的伙伴，一个个都死于非命，就死在小倩的面前。道长，小倩无论如何都无法忍耐了。我的恨，我的怨，让我无法潜心修炼，无法克制。燕道长，请原谅小倩连累玄真观诸位道长宿命。为了报大仇，小倩不得不这么做了。等到有一天，
仇人。小倩，自当以死谢罪，给道长们偿命。师父，弟子不辱使命，凯旋而归。陶进呐，干得好啊！主人威震八方，玄真观溃不成军，彻底惨败。你们每个人都有功劳，本尊个个有赏。只是主帅聂小倩在哪儿？陶进。舒瑶，他是不是已经阵亡了？这聂小倩并没有阵亡。我和少主正要剿灭燕赤眉的时候，聂小倩突然出现，将其掠走，至今不明去向。哎，在那边！啊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道长，师叔，师傅，师傅怎么样？脉息平和，没什么大碍，赶紧离开这里吧。好，来，走，来，师傅走，当心，来，走。来，我们大家举杯。恭贺主人！很好，干！坐下。参见主人。主人洪福齐天，玄真观一战，咱们黑风寨大获全胜。你这个叛徒，你还敢回来？你说，你把那个燕赤眉牛鼻子老道带到哪儿去了？聂小倩，你就给本尊一个合理的解释吧。回主人的话，那燕赤眉被小倩给救走了，经小倩施救，燕道长已无大碍。什么？主人，杀燕赤眉不过是举手之劳，毫无难度可言。但是小倩无法理解树妖的白痴脑袋，放着为主人扬威立万的大好机会不要，却白白招惹麻烦。那是什么意思？杀了燕赤眉，必然会引起三界公愤，甚至会招来所谓正道人士的讨伐。届时，主人和黑风寨势必要陷入被动局面，四面楚歌。虽然主人势力强大，并不惧怕三界，可是小倩认为，一旦他们联手的话，黑风寨独霸三界的计划难免要多费些周章。小倩认为，这样其实是得不偿失的。那燕赤眉，你放走了吗？没错。小倩还告诉他，这都是黑风主人的恩典。黑风主人无意要玄真观道士们的性命，之所以要讨伐玄真观，真正的目的是要给三界胆敢心存忤逆不服的余孽警告，挫挫那些不服主人管教者的锐气。小倩就是诚心想让他们心存侥幸，认为主人你并非要对三界余孽全都赶尽杀绝。这样一来呢，他们想结盟反对主人的决心就会动摇，自善其身者甚至会主动找过来，要求投靠主人。主人难道不认为兵不血刃就能收复敌人？这种方法不是显得主人你更厉害吗？聂小倩，你别在这狡辩，主人是不会听你的话的。聂小倩有勇有谋，本尊
没有看错你。来，上座。坐。各位，听着，以后大家多多亲近一点小倩，以她为榜样，好好向她学习如何处理事情的。如果我黑风多几个这样的聂小倩，何愁大事不成？何愁三界不服？属下遵命。坐下，坐下。主人谬赞，小倩实在是愧不敢当。黑风寨的众兄弟们对主人忠心耿耿，小倩愿与众兄弟齐心协力，为黑风寨独霸三界大业出力献策。很好，很好。恭喜师傅，又得一位得力干将。师傅，哎，哦，赤眉道长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来，慢一点。师傅，你没事吧？师傅，大家别担心，我刚给师兄输了真气，过一会儿他就会醒过来的。哦，师傅，师兄，聂小倩呐，刚才我发现你的时候，他不在场，只有你一个人。哎，道长，我们还想问你呢，这聂小倩不是把你给带走了吗？你们后来干了些什么呀？对呀，他跟你说什么了吗？他只是提醒我不要得罪黑风老妖，还说因为贫道曾救治过他，所以才放贫道一马。师兄，他就说了这些。小倩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？什么意思？背叛、鬼迷心窍、舍本忘义、认贼作父的意思。哎呀，行，哪有那么多形容词啊？这，我跟你们说，小倩人家心里有苦衷。什么苦衷啊？什么苦衷？他就是有再大的苦衷，也不能拿这个救命恩人的道观开刀。这家伙是无可救药了。哎呦，以前我常说，小环为了讨得陶晋的欢心，他认贼作父，多么可耻。可现在小倩比他妹妹更加变本加厉，胡作非为。聂先生，你先消消气。依我看来，小倩应该是有苦衷的。她之前偷袭玄真观确实是不对，但在关键的时候，她不顾一切救了我师兄，那就说明她心里对我们还是有情谊的。可是小倩一面投靠黑风老妖，一面又救道长，她的行为不是自相矛盾、目的不明吗？难道什么？你快说呀！难道她和小环一样，都是为了给娘还有狐族报仇，所以才投靠黑风老妖的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就麻烦了。黑风老妖心思缜密，武功高强，她们两姐妹肯定逃不过她的法眼。这简直就是与虎谋皮，得不偿失。哎呀，行了，你们就帮他解释啊，帮他解释吧。哼！哎，黑风镇处处是陷阱，个个是奸细，他们二人势单力薄，怎么可能是黑风老妖的对手啊？哎呀，我看你们一个个都别愣着了，赶紧去把那两个可爱的小狐狸给救出来啊！哎呀，我想起他们，我这小心肝就砰砰的直跳。想不到你的口才居然如此厉害，小倩，我真是对你刮目相看。
小倩刚刚所言，句句都是发自肺腑。少主何来此言啊？聂小倩，你我之间还需要卖弄心机吗？我们可是从小一起长大的，我会不了解你吗？我来是警告你，不要以为你可以凭借玄真观的行动轻易感动我师父，更别想欺骗他。他越是在众人面前夸你，你的处境就越危险。他但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，你的下场就会很惨。多谢少主警示。不过小倩对主人忠心耿耿，一片赤胆真诚，又怎会惹他老人家怀疑呢？少主，小倩重回黑风寨，身份敏感，请不要随意揣测小倩的用意，招惹不必要的麻烦，好吗？你简直就走火入魔，冥顽不灵！我说的话难道你不明白吗？聂小倩，你要再这么固执下去，迟早会尝到自己种下的苦果，到时候你连命都保不住了。你。娘，小倩自知是在玩火自焚，可是小倩别无他法，求娘在天之灵，保佑小倩能够成功。就是让小倩送了这条性命，小倩也心甘情愿。娘，保佑小倩吧。姥姥，你休息一下吧，你都练了一整天了。反正主人也不重视你，何必为他尽心尽力呢？你说什么？本来就是嘛。他聂小倩只不过是花言巧语几句而已，其他的事情还不都是姥姥你在做吗？为什么主人就只夸奖他，而压着我们呢？论功力，论谋略，姥姥你都比他强几百倍，这实在太不公平了。大胆聂小环，你是在挑拨离间吗？你想死啊！姥姥恕罪，姥姥恕罪，小环对姥姥忠心耿耿，绝无二心。刚才只是为了帮姥姥抱不平而一时忘了分寸，请姥姥恕罪。聂小环，别给我耍花样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好好的跟着我，我会给你好处的。小环的命就是姥姥的，为了姥姥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师傅，该吃药了。哦，师兄，我来扶你。慢一点，师傅。给我。啊。哎，道长，啊，聂老前辈，聂某无能，宽教无方。胡作才出了聂小倩、聂小环这两个不孝之女，认贼作父，为虎作伥，致使玄真观遭受如此大难，这简直是恩将仇报。